家人的比例，贵家人哦，係自家會做嗎？眼會好。因為講家國客好，最厲害係阿婆啦阿姑，嗯，但是今天來的不是他們兩位。長輩比較害羞啊。哦，咁樣的地步讀全有叫윤呢。係媽媽，當我名啊，有云的名字，女生都懂講哎，有點好。哎呦，韓國那個一家又是他師傅哈，有一腿啦，你看球帶用講。老朋友啦，馬上冇狗型還是母嬰？哦，吃東西啊，是像我住幾年啊，這樣子暗講啊，冇講到來哦。不是差點，好嫩哦，哎，嫩到咁咁用心，你還主管？真的。呀，吃料理過後，你已經變成本節目最嫩的，真的是 C 型肝的呢，對啊，嫩心肝呢。不是，等一下千萬不要跟我說什麼吃不到花生醬的味道 ，no，就是要有創意。因為真正講好，我打100分。有8分哦，對啊，滿分差不多10分題呢。都是10分啊。哦，還有像我電區就8分。冇，大家你冇買電器。Hello，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我要數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係莊百強。今日東方喜哥來到新竹市呀，島邊嘅講真嘅呢哦，我的住在新竹市的朋友們呢，也都會講給七家島幸福。聽說這個城市啊，幸福指數非常高哦。哎呦，我有使到兩片呢。哦，係啊，最近我算係日本人信中英啊，富橋該片算啦。哦，不想承認這樣。哦，其實哦，大白來到新竹嘅區街咯，裏邊帶了一個富台名單哦，哎，都是很特別的，非常香豔蔬菜啊、食物啊、東西啊用。唔錯，唔該你先來分享一下今日評審欣賞咯。啲先來分享到嘅係阿生之師傅。大家好。阿朱師傅好，再過來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大家資料。阿亮哥好。馬上來分享到今日潛水站逢村嘅係啲被表姊妹嘅分享到蕭元志、老謝元志分享。歡迎。大家好。哦，安尼聚親嘅嗬。係呀。大家都看一下咱水裡片非常嘅後生哦，係類似做白嘅兩姊妹，又記得按到范向天，還有范玉熙。歡迎。歡迎，兩姊妹啊好。大家好。大家好。好，一個來自新竹市，一個來自竹北市嘅每一下兩位姐姐，誒，人家都係4歲就帶啲新竹市呀，係講結婚過後來一齊。4歲就到了，哦，咁一定請啲新竹市有乜嘅推薦好搞好之後了咯。有哦，講看啊，講看。俺都有個評價個後些個小吃啊，有個白菜滷啊、滷肉飯啦，還有個燉那雞湯啊、東湖絲咯。伊係24點鐘哦，都是全部全面營業的。每年都有開哦。係啊。哦，咁用嘅話係講最近安鋪頭看睇夜見過後，沙田都已經食小呀。係啊，其實講真緊啊，就係隨時上來配全走的戲。哎，對。24小時嘛。你就別去了吧。哎，我一直都在肥啊。就別去。不過除了該見兩次外，跟個小街係新竹市嘛。對。係啊，不過咱水裡片嘅內邊係來自竹北市哈，竹北。有嘛個好搞嘅蔬菜係冇？好搞嘅蔬菜大家啲，哦，安尼下溫爸埔村大家下唔啲，所以咧，今日我找嘅係我竹北東海府水龍澗，水龍澗可能大家動少糖多，水龍澗是啲係碾米廠，最近我清華大學是類文化保存，他發現這個東西其實是值得被保存的，那他就去把它修復，但是他在這之前的20年都是停轉的，哈，對，就蒙英發現該片就在年底，蒙英地，所以講兩下清華大學地講哦，有倆東西，哈是結合大家來講哦，來把它重新轉動這樣子，佢貼片為數唔係用田，用水利，用水準的水去胖嘅鳳叉，哦，帶動整個的那個履帶呀，這些東西，然後去走個碾米的動作。哎，講到很清楚呢。對對。因為佢講嘅故事係虛構，我為要發面。韓國學兩片素材哦，因為本個清華大學研究啊、研究係哦，每週都本兩下嘅小朋友講，哎呀，原來台灣應該愛用這樣做米的，因為其實現在他小可能愛用該下講係用水力發電的方式來走，我覺得還算蠻好的一個發現。
冇錯哦，兩組呢小嘅有好食咧，呢有文化嘅部分，睇起來做一個參考。唔過呢，馬上就來進行天意館嘅挑戰咯。料理大鬥士，大家顧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一家之主，叫下來大鬥士咯！好，各位兩關嘅國家都拿出自家嘅本地咯，馬上就要看下風吹帶來嘅啲係乜食材哦，兩萬雞。這洛神花醬，洛神花醬，乜嘢做嘅？愛做嘅，很厲害哦！很想我吃看啊！懂好食咯。風吹哪日嘅洛神花醬帶來嘅菜名係乜雞？白姑娘洛神。哦，攞啲各種嘅香菇去煮哦。嘿，哦，啊用係酸甜呀，係用嘅味道。嘿，酸甜，酸甜酸甜嘅。哎，哎呦，聽起來當真啲香菇有個營養哦。哎，啊你有哦，花青素凍多。先會變醬。哎，會哦，會凍當然會較醬多啲嘅。可以顧心臟、顧血管。這個可以是血管清道夫、降蛋糕，這個是台灣的紅寶石。哦，好哦，加油吧，等下食落去比狂天去咯，安尼。好，風吹潛水站，你哋有信心嗎？要，加油哦！加油！加油加油！稍稍的看下咱嘴里一片哈，哎呦，非常好食。其實你還不是小改咧，大家選第一還買東西對不對？你用啥強下講咧？給你帶來一個秘密武器，按到鹹豬肉，鹹豬肉糖講係食破嘅秘密武器啊！貴價銀嘅秘密武器。貴價銀哦，係自家會做嗎？我唔會好。就係講貴價銀講故事永糖。哦，所以話我細隻我怕肉煮。嗯。故事講鹹豬肉變家常料理。哦，係。啊，今日帶來啊，你貴貨卡銀啊嘅秘密武器鹹豬肉，哦，做埋料理咧。蒜苗炒鹹豬肉。哇，最經典嘅料理咧。他講伊摸好食了頭料理嘅。係，重點蒜苗係愛烏下自家種嘅。哦，誒，唔係呢種嘅，唔係愛種，貴貨卡銀種嘅。唔係阿婆種咯。好，啊，等下比賽吼，因為準備要開始啦，要點先冇？要。好，加油加油！風吹流藍水都已經準備好勢，現場馬上倒數3、2、1，搶開始！來咯！哦，先見哦。哎，其實我跟你說啊，這一棟好是洛神花。對啊。我可以吃一個看看嗎？可以呀。細細的。哦，細細的呀。等下哈。好。懂好食的。哦，你好像鹽酥雞店老闆娘哦。對啊。黑嘛。雞排啊。對，鹹水雞。我先問嘛。哦，當然哦。哦，來，謝謝。好吃哦。我比你下睇下。評怎樣嗎？嘗嘗看，是我自個做的。好好吃。大做的哦。都好食咧！這樣啊，是蒙伊啦。酸甜又脆啊！對啊。自家種的嗎？嘿，自家種還是？我還自己種的。係啊，香港報紙嘅斜斜嘅。我揾攞呀幾邊肉落去係冇？嘿。先半啲團結係冇？佢底下會食起來用甜甜冇？唔會吧？唔會，當好食。要出有去骨吧？去骨的。但是你要吃骨頭。哦，冇。佢前面偷嘅乜嘅骨類咧？小燕子落睇下，小雞還有乜嘅骨嘅都有。木耳啦、香菇啦、秀珍菇跟那個白菇。哦，啊，等一下蓋冰用咩係先路過？誒，我唔是路過，我管我們呢。想說打個話題一下，這樣。哦。哦，咁你等下你張都出來啊，哈。好。誒，你鹹豬肉什麼凍好看呢？這個鹹豬肉加油講乜嘢滷嘅咧？阿婆。嗰時前面養嘅把錢我幫阿婆哦。當然啦。因為做菜係馬上講嘢啊。其實我話應做廚師，彈奏嘅係愛阿婆。阿婆啊！但我覺得剛剛介紹就就怪怪，因為講家父看好嘴裡係阿婆啦阿姑，但是今天來的不是他們兩位。他們長輩比較害羞啊。哦。那玉琪也請肉妹嘛，哈。係啊。聽說啊，韓國那個而家自主玉子沙師傅哈，有一腿啦，有冇人做在用講？
乱妹妹讲话，讲有老朋友啦。马上摸狗hình还是母尼？哦，青梅竹马。嘿，马上摸狗hình。你这样越描越黑耶！我的妈！掉进来的嘞。唔係安樣講啊，睇講喺特別細細隻，差唔多7、8歲時隻，去到日本料理打工，該下基美都該打工啊，基等於是那你們有在一起嗎？沒有，因為他不是我菜。好，那就沒什麼好聊的啦。對啦，你開錯話題了。對好啦啊，哎，你等下給我多轉來哈。哎呀，哇，哎，我超愛吃炒香菇的。啊，是健康的啦。因為菇炒枸杞係可能會出甜水。喂，哎，可是你等一下不用要跟肉笋醬落去啊，哎除了會變色以外，哎，還吃得到那個酸味嗎？有酸甜酸甜。啊，胡椒粉來嗎？哎，胡椒粉因為你是胡椒粉不對味，哦你那個對唔到啊。跟你兩姊妹平常時會向下煮菜嗎？有幾味嗎？哎，有時候會聚餐的時候。佢兩隻感情安好哦，雖然冇強相啊，不過咁樣嘅地步都全有隻潤呢。嘿，媽媽跟我妹啊，表姐妹懂得死。叫做有云的名字的女生都懂講哎。流浪啊！哎呦，真的暗啊，厚啊哈！我知道有一個師傅啊，劉雪雲啊，真的啊？沒劉雪玲，劉雪玲，怎麼咁冇圈服落去啊那？這樣強順我覺得不會哦。不會嗎？啊，唱發菜係是先同過嘅啊。嘿，那又同過來。哦，試一下我。同啊，師姐就加針嘛。誒，有加點點哦。我叫三來哦。鹽一定要叫三，等下佢多食落幾地，佢會不點。你用啥？哦，鹽家要叫三毛，都壓動槍哦。加下雞要병落去啊，師姐先幫佢表一下嘛。要哦，先表一下。你剛用差唔多嘅啊。哦，好等下順擺盤呢。才唔好。好好，試一下唔錯哦。我要吃很大碗哦，香菇，哇！哇，蒜苗，哇！这个好吃哎。盧師傅看到你一片莫愛上進我嘅我覺得這個天氣應該要拿一些的小品酒出來，棒，夠亮。你應該是一年四季選手再拿出來。吃落去啊，是像個煮幾年啊，這樣子暗醬啊，冇講到嗌哦。不是插記，不是插記嗎？佢基本嘅做出來嘅鹹中央炒蒜苗，就做出阿婆嘅味型哦。就那個含少一枚少什麼？還原味。哇！來，給你電話，叫阿婆來。我阿婆倆用賴咧啊，好方便。哦，他嫌我老了。我覺得這個天氣應該要拿一些的小品酒出來，棒，夠亮。你應該是一年四季選手再拿出來。等下所以蛋漿雪嘛，也係外包到嘅麵包啊，也係嘛東西啲噃。冇是蛋腸蟹。好啦，哎呀，時間差唔多哎，你來倒數咯。哦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來吃吃看啊！兩不卡運氣改，避免不去變做料理，來煮較真的哦。好，兩組的料理呢，個個都拿出自家嘅不卡好味道誒。先來吃吃看那風水嘅哈，用龍神法醬來炒這個白菇，一起來品嘗看看嘍。個雞肉啊，唔單止就個肉本身嘅甜味哦，它就加到個六星發醬哦，我覺得個酸甜非常好食哦。注意些像你客家嘅黃梨炒木米，哎，有甜嘅。那種酸溜誒，啊，做係當開皮嘅一出，算是開胃菜哦。同咱們的謝雲靜抽牛吧。我自己炒的，好食。你不想給我撈到？哎，龍神法醬不用吹肚，但會有㗎。當然是當江米。謝雲靜吃到咧？當好食，吃落去啊，是像個煮幾年啊，這樣子暗醬啊，冇講到嗌哦。不是插記，不是插記嗎？是像那洛神花，哎呦，風啊，金醬，鳳蓮嘅金醬。加嘅本村咧全部本顏色。啊，冇問題。好，來談看一下咱這裡片哈，那記得我來公看一下，你覺得他們這個做牛辦呢？而且非常好，
因為我是到我係到乾肉韓國嘅落心法強下食，是到係會有解膩的感覺。Rocky 咧，哎，你覺得怎麼樣？哎，冇食過咧誒，感覺當好食。咱嘴裡一片哦，愛做出阿婆嘅梅心簡單啦，鹹豬肉炒嘅蒜苗，亦叫你食看哦。好，我食到伊有一種過年嘅味道嘅感覺誒，過年家都會食下嘅個棒酒，正經農站度，又加加滷嘅嗬。而家鹹豬肉滷嘅有拉麵，韓國幾條嘅烏嘅胡椒粒吼，變到嘟嘟河，厲害！來風水啊，阿姐，我按落一下。人家豬肉炒得好食，我哋鹹豬肉哈醃到凍炸，因為很入味，炒到又凍嫩，好食。小雲姐，你知道咧？啊，吃到佢間吼，酸的炒嘅吼鹹豬肉吼，非常的入味啊，食到是當好食啦，又該胡椒該梅哦，又清香。你睇黃爺自家按落自家咧，根本要做出來嘅鹹豬肉炒蒜苗，要做出阿婆嘅梅子嗎？就那個和少一味，少什麼？還原味。哇！來接你電話，叫阿婆來。我阿婆倆用賴咧啊，好方便。他嫌我老啦。哦，阿 Rocky 沒公看，你覺得今天有做出那種阿婆嘅梅子嗎？還是有差一點點。哇，你這樣姐姐壓力很大。差大概多大點？也很大一點啊！哇，阿婆的味道很難做出來。挺勁啊，因為魔法做啲詞台啊。就係專門阿婆長做咧做出來一場按照阿婆嘅福卡應該梅子嘛。咁我正經去到兩組表現到正經動吼，兩位師傅正經係小理一下咧哦。冇唔錯，三下輪你就本師傅來小理了評分咯。好，緊張嘅時間就到了，想請嚟你啊，森之師傅搶本分數。耶！好，兩下問下阿兩個搶本分數。哇，體育冠軍係強選。好嚟，森之師傅前來搶公平。好，我尾本分推兩片呢，係而家每套用嘅洛神花，還有嘅雞肉，還有菇啊，炒起來嘅每套凍清爽。啊，唔過有一絲絲嘅愛。個係真嘅地方係菇啊，炒嘅香菇，會炒到就出水咧。按做啲炒較久，一絲絲咧，本佢炒到較糟，啊用香味咁會出來。按有嘅雞肉做啲有嘅滷膏啊，因為本身而家每套就較淡一絲絲咧。哦。誒，而家做啲去改見安用。啊，南推呢片每套凍好，啊唔過誒試到有。一絲絲嚟較辣啊，硬絲到要較辣一絲絲嚟咁樣。我做啲留一絲絲嚟燙啊，阿超就負責咁樣，會開一個綜合一個效果咁樣。感謝。我們家阿婆就是辣妹啊，魔法圖啊。哦，阿兩個去搶公平。首先先講風吹那邊哦。我做當清爽的米絲，吼口感要當好，但是還係因為講香味又少，又較少啲嘅，雞肉無多嘛。較無安尼香味啦，啊，佮再來香菇煎磨加得香味出來。啊，若要先冷水那邊就是第一個鹹豬肉滷的鹹豬是嘟嘟好的，煎的香味沒有出來。好，但是我建議就講一些些調油，一些就因為佢本身就鹹豬肉，啊，邊個調油的意思係換個蒜苗酸的。有調油味是，唔係只有酸的。好，希望睇時間呢都會留一條精髓哦來學下嚟。咁呢排呢就做到行卡加分咯，個個得到1分，馬上就嚟看一下啊！這種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我留睇時間來分享。料理1+1。好，師傅呢，我看到佢咩菜色啦，可以來當出去留你。冬令進補一下。係啊。好，菜名係乜嘅咧？咁樣要做嘅菜係豬肝1+1。啊？1+1？就是2樣菜。等於2嘛。不管兩色。哦。第一樣就用炒嘅。好。炒呀，開菜房，蒜頭辣椒嘅，紅嘅，烏醋，片啲粉，好也係炒嘅。啊，另外一三呢拿豬頭。哦，都係切菜、葱嘅、香麻、菇嘅呀，麻油。哦，好。阿哥今日嚟來吼，教大家2種吼，樣板處理豬肝唔會攞嘅方式。係咪啊？知道怎麼樣做？對啊，切嘅縫隙就檢查嘛。要，豬肝本身就有筋哈，一筋一般人就會太特。豬頭係用切片嘅哈，切薄片。切薄片。不過切到眼薄吼，等一下會當夾熟嘅。所以等下。我邊樣
厝体啊做东西以外，好动重要。大家豆腐卡就处理过主干吗？有哈。多么叫好些条不路。所以我用炒的就会下喷。嘿，炒的也有，因为也一条一条的，也没切一条一条。啊炒的啊先洗过水，然后血水洗起来，温硬先主要就会血。哦。厨房的温硬就会因为血的关系。所以人一片主管温硬係因為血的關係。咁人哋要做當奇怪，叫做乜湯嘅都唔會。係啊。啲湯係鐵係切泡嘅，血基本上都細嘅。天然係大家抓鹽以後，佢落鹽浸過以後，鹽會讓佢變較軟。所以鹽當重要，所以要先洗一些水。哦，洗冷水係嗎？一般不加水，係有生水嘅清好，別走一下，然後佢血水油嘛，要嚟洗佢。嗯。今天洗一下，嘅什麼是變下？我比較淺咧，本身佢一卡唔會按粗上，因為本身主管鹹味較重啊，等於卡唔敢食啦。哦，然後再來就係鹽。鹽咩做比較溫暖啲嘅吼？誒，煮湯係咩愛啊？誒，湯係咩係？一邊咩一些些，一邊較少啲，一邊係打會一些些調油，一些啲咧。米酒，應該想到吼，應該係兩位師傅吼都推薦風水講，該改變用做啲先滷一下，我用慢滷啊，滷嘛東西啊。一般真簡單做調油、米酒、胡椒粉，嗰些香油，也就等於煎下叫大家叫會有一些變化，會可以了，所以就會看悶。哎呀，就做嚟切嘅偏香嘅料誒。哦，其實咯，我做講什麼人敢唔敢切主管呢？想聽一條係咩？玉婷應該唔敢切吧？哈，唔敢。平常時豆腐開去煮菜嗎？動手誒。動手啊？動手。因為阿姐這麼能幹。阿婆啦，阿婆，他叫阿姑。阿姑。然後切呀，炒嘅酸梅。哦，等下蟲誒啊？蟲誒。快菜吧。哦。韭黃的話就會給它有味頭。哦，對不對？你們應該想講韭菜就唔得咯，你聽過韭菜幫係嗎？其實較簡單，開菜網攏做得啦。哦。因為我開菜網就想講，我哋較無同樣嘅感覺安尼。我但是炒開菜嘛，較簡單，但是炒。你知道快菜跟快菜網，它是不一樣品種，還是同一個品種？佢係冇強種，它是同一個品種。佢係強種嘅，一隻有包，一隻冇包啦。一個是生長在水管裡面，沒嘛？水管沒有進行那個光合作用。哦，冇曬到熱頭。對。所以其實係強種嘅就。係強種嘅。公斤幾就係白化症啦。它不是，它不是天生的，它不是天生的，它只是沒有進行光合作用。好了，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從個老要開水網，全部切一團一團嘅，那這位也就切片哈。切菱形片，啊，我要去籽，因為一般你講咱就會籽落去，天較辣，天氣較麻好寬啦。哦。啊，再來樣我就切蒜頭，就一般都有機會。大家傾向要用嘅，樣我也炒嘅，我會標一些片粒粉。為什麼？因為片粒粉我不宜較嫩、較滑甜。有點保護膜嘅感覺。就咁嚟。啊樣啊炒，哦肉很多哦。主管佢本身佢嘅纖維，然後一般嘅肉嘅纖維較冇咁樣，所以樣啊要用熱鍋冷油下去，要撩嚟一下，啊溫度唔會太高。佢哋下冇開到水太哦。啊溫度大大嘅天咧，安尼都好嘅。哦。那離火你看到？哦，今天很熱。剛才是有2秒嗎？差不多3秒鐘啦。一變色。等下我有一個問題，啊，這我們得用麻油嗎？冇，樣啊，只是先來油添咧，樣啊，下下再用油轉來。哦。為什麼啊？因為先必是油誒，先必熱鍋冷油軟化那個組織，然後再去煎就唔會硬夾到硬硬嘅。哦，聰明哦。然後就要煎一下就好誒。前頭有些香味，也咩冇調久，蒜頭下來。因為剛才已經有變調油，所以我大家炒乾下面唔會再變調油。這個洗起頭太正好起來哦。記到，佢水是要離火誒。
一挑每个需要系冇加火的。嗯，因为要当家做肉的。其实主管请假说，就跟人生一样。好嫩哦！哎，嫩到我感用心你系主管。真的，亚出料理过后，你已经变成本节目最嫩的，真的是 C 型肝的呢。对啊，嫩心肝呢。我也从诶，开菜吧。三好了就做太傅炒，古说一开始热锅冷油比高油2秒钟也轻松油啊，系冇？高嘅就飯。哎呀，我好诶，糖都可以開始煮诶，先灌鐵。所以先本佢水煮滾咧，以後灌鐵。而家溫度灌鐵咧，做幾都差唔多80度左右诶。片啲粉下來。哦，咪係片啲粉，我讓你炒一下麼？你跟我媽好像哦，我一拿鍋鏟，她就叫我放下來。一片牛糖一片，用蟲咧。哦，前經係台南人擁有痛。我等一下，他們以後高麗鐵，高麗鐵。哦，速度很快呢。然後當暖，跟住再來冰鎮。哦，原來學起來了。哎，又等下煮頭也做做調味，幫我調味咗。本機嘅貪圖轉來啊！哎呀，從來下來，付出一起嘞。哦，沒有看過這麼好的小幫手吧？對，太感謝你。加錢。你看阿亮哥真勁厲害哦。那就會，大家當個盛盤哈，然後揾煮湯那邊。所以你要透出有個時間把阿排水繞緊呢。對啊，而且現在怎樣年節大放送，一下出2出菜啊。哎呀，還1+1呢。對啊，等於多少？等於多少？等於讚。等於王。沒有童年呢。應該會剪掉吧？唔會。啊，不要先講埋先。家下林師傅就先加沾落去咧。而家從個切團哈，等下要煮湯嘅哈。切段。切小段。小段嗎？多切它，然後用蟲嘅哈。哦，啊，你要不要直接擺過來？來，該放睇嘛嘅。一麻油。哦，係咁樣哦。煮條粉哈，啊糖用蟲嘅哈。糖用蟲啊，老爺啊。這叫蟲老魚都會。那你用嘅主管有數嗎？有啊，繼續分2頭，分2道步驟。即係主管安尼，通通安尼。哦。像有數用冇數樣嘅。哦。而家佢水滾嘅嘛，放落去。哎，你看主管通都有點像雪花牛哎。對啊。哇！煎一下，冇必滾啊，糖冇必滾。等佢煎一下，等下就好。係咪就像舒肥嘅概念啊？溫度冇一下動太火，見必滾。而家都係盛盤，而家倒落去就好誒。哦，用一餘溫啊。這個做得幫一般炒麵冇哈。嗰個也好誒。也加嘅炒誒，好讚哦！這好補哦，哈！啊，我有一個疑問，你唔是攞一些米酒嗎？裝落去嘅，剛下是就衝落去哦，所以該蔥啊，到起清炒啊，它就保持青菜的酥脆。開菜網炒主管，老爺主管頭。按樣就好些咯。你阿志良師傅啊，今日當厲害哦！唔單唱煮海產，今日煮嘅呢係主管嘅泰餐。來先來是米嘅部分，好冇？煮湯嘅哈，好嫩哦！哎，嫩到我感覺用心你係主管。真的。除了嫩之外，完全冇埋那種腥味。沒有。
哦，昨天现学的炒诶，1+12片跳下去。哦，炒诶美冻好学嘞，水煮肉係因為啲水妹要拎烏醋，會提那個鮮味。哦，老咧叫網絡去吼，快脆網絡去較甜，嗰路嘅魚翅呢，真嘅要檢查。這個米頭會整個變得很鮮明，這樣很跳躍。謝元俊之後呢，鬼炸生意來感覺。董后生它那个味道加酱，董后生。謝元俊，你知道咧？啊，其实我吃了了很入味啊，董后生啊，主管个董嫩啊。真的。哎，亚洲料理过后，你已经变成本节目最嫩的，真的是C型肝的呢。係啊，嫩心肝呢。真的。來問下藍翠，老師傅來講一下。因為兩種料理嘅手法冇同樣，因為伊只有整個變水，伊只冇，然後整個變水嘅主管是下切，交個用彈牙用因，它重點呢，還有炒誒，炒誒是直接炒嘛，哦，是叫漂水，用因是下嫩下粉，用因嘅主管向為下肉。你老實說，你在哪個美食節目當評審過？我沒有，零經驗。哦，最近講到不應講到東河學了，我就發明用入去咧，那上講的是姐姐讓他公刷嘞。哎，你不能這樣講嘉義哦，講出自己的語言。非常的彈牙，我們剛用粉的東河學。阿居師傅來講看。本身較細有些兩種嘅主管啦，不過志龍師傅做嘅東河學，而家主管啊凍嫩。凍車，青葱嘅鬆板肉，用嘅等級。錯，然後老嘅車，凍好些，然後就唔會有嘅出手嘅咪動厲害。好啦，剛剛呢真嘅要動到四撇步哦，就都要地度一定要看清楚啦。不過係熱鍋冷油啊，或者高冰水啊，都要記起來哦。我頭前睇起來一畢業，馬上就會進行最背面嘅大挑戰咧。百變料理網。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亞關唔但淨係比面試，咪要比創意哦。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喎，一家之主，人哋誰來上菜了？好，來到新竹，我大群用嘅百寶小弟都有乜干呢？這個愛叫有糖貢誒，非常入名誒，超級好食，而且我拍過它。你超級的，超級愛。哦，糖貢嘅地背度嘅東西哦，做得做動到變化，家大可能不太夠。好，下就係剃頭醬。反頭醬，來借我聞一下，這就跟我以為這借我挖一口來。哦，好香！你看，說這剛剛去烤吐司嗎？烤一般枸杞哦，全就動到剃頭醬。我性咗兩片水就瞄起來，它的顆粒口感。對，它有那個嚼勁。真嘅係安呢。咁你會用下反頭醬有邊嘛料理啊？我會做個像甜點，然後個絲的啊，就會好事花生。哇，好厲害啊！先說這是哪個師傅的點子？唔知，剛才臨時想即興的。很厲害誒！早單呢，因為全部係甜嘅東西嘛。對。阿兩個咧？我可能會海參。唔係，我會做一隻較傳統嘅菜，遇到菜到口水雞。口水雞哦，我知道，口水雞加這個。還要百年呢，要反頭醬應該會非常好食。那牛慢走啊？做醬係嗎？其實看下伊明年可能就有一樣菜。哦，阿對你來講咧？我會做很簡單的。沒有，真不行。這種天氣不能吃哦。你買那個起酥片啊，哈，各位地圖保雅嘅，然後弄起來去烤那個像可頌一樣啊，馬上破一了，這個反頭醬就融化，咬落去三秒就會落到，就很好吃。還有那時候就有進駐粉的講一下哈，你最好學就會厚片吐司。哦，他們不會送其他東西哦，就是送一大包。也太多了，真太多了，太多了。我來就看過哦，你睇剃頭醬哦。就用做嘛個椒麻雞啊、當歸啊，就是炸的雞排以後，跟當歸的醬係剃頭醬，可以，好吃哦。等我們下班去買雞排。好啦，兩組嘅來賓做咧好好參詳一下，到底還做得做其他嘅嘛個變化咯。好咯，等一下馬上就係進行兩關嘅挑戰。好了，上到一個反頭醬都帶兩組做得變嘛料理咧，馮翠帶來菜名係嘛個？巴拉必爆腦海散，巴拉必爆腦海散。
等一下，这一道菜根本黑鸟跟你的主打菜吧？又法拉比包又会散，用来整摆出来了。哎，真给，那这样子我们太有胜算的可能了，好吗？好，准备好了，有信心吗？有，加油！所以谈判下咱这里一片哦，哎呦，用剃头酱哦做出其他嘛变化咧，个菜名按到花生酱腐皮卷。哦，这个我喜欢的。哇，啊，等一下比赛就信心吗？有，加油加油！加油喽！两组呢，唐起的菜色都懂上人生呢，比赛马上倒数3、2、1，抢开始了喽！哇，跟那个酱，这个沙茶酱哦，哎，怎么还加强下？哎，要用材质调出它的味道。姐姐要出穿你家上的呀，两个姐姐。嘿呀。那菜天你用的是哪饭头酱啊？菜天的啦，大部分都是拿来夹那个吐司。对嘛？早餐吐司啊。对呀，啊，你阿妈改夫妇诶？这是在鱼露。哦，鱼露。哎，亚顺料理的灵感是什么啊？好特别哦。啊，灵感哦，就是伊的花生酱啊，印象用蛮熟啊，用蛮组长臭啊，所以常常啊，这煮个海产好嘞，所以也弄动作东西上爱法拉比包然后开散，还用啊。咁顺风车也会使黑发髻黑吗？嘿，哦，哎，就先让佢揭发哦。哎，嘿呀，开发怎么酱？哎，挑把通老燃哦。通老燃。哎，我觉得这很有创意。它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你不要把花生酱只有花生酱，它变出新的谜头。郭硕，等一下千万不要跟我说什么吃不到花生酱的味道 ，no， 就是要有创意。因为鱼露嘅味是冻冲。等下冇成日 cam 過去喂。你不用 sell 理我们，你去 sell 理你们就好了，可以吗？没有问题。啊，家下講下海產要發幾天啊？只有發髻啊？對。啊，發髻唔拉嗎？拉。好啦，我哋打鐘倒做嚟哈。哦，好的。而家講下，我打100分。100分哦。對啊。滿分差唔多10分題呢。跟住10分啊。哦，喺上我電器就8分。冇，係兩年冇買電器。怎麼說？你當認真都檢查啲度嘛？係啊。你好像 FBI 有後色啦。虎皮。歡迎來到美術課。人家膠水是去哪邊買的？膠水自製。哎呦！迄種買的東西走出來呀！那麵粉啊，還有水撈強下攪的麵粉糕安樣啊。哦，有比例嗎？冇比例，隨心所欲。人家係乜嘅肉啊？哦，雞柳條。雞柳條滷糕係冇？係。滷乜嘅？頭肉，哦，還有胡椒粉，一點嘅米酒，安樣是安樣很簡單。滷幾久誒？我一定差不多10分鐘就做得。你係今拍定係哦，但有冇梅水哦？係啊，有滷糕，它有米水啊。哎，它这个奶吃懂后是拜托包8卷哎。因為一件嗎？對。喺地背度出了就牛，它就咖喱嫩嫩係芥蘭豆腐係嗎？係。這太讚了，那個咖喱到香氣到地背，哎呦你。反跳中有調料嗎？有，讓美乃滋1比1。哦，美乃滋，那你講咩啊？而家就基點來講，真的熱量就都夠哦。因為冇讓美乃滋這些剃頭醬是起來調高動物因，對，因為讓滴的美乃滋這些是綜合該味頭落去。那真材實料，它濃稠一些。因為美乃滋的組成就是蛋油，對啊，就是會有一點在香味在裡面這樣子。你俺聰明嘅想法係從哪一篇想出來嘅？有俺阿婆嘞，又是阿婆。以前我小時候吃到的是花生粉，然後雞蛋豆腐，然後還有香菜兒，然後煎起來這樣鋪停。我啱想嚟改良一下是，然後就改牛啊，是又這樣梅頭，又這樣牛嘅香氣到地步安樣，啊個蹄條粉是改隻蹄條醬安樣。哦，係啊。所以咪去做隻蛇須啲嘅飛魚安樣。係。好，你等下過多出嚟啊，嗬。好。哇，有配到香嘛？有哦，很嫩哦。哎，我很期待這個味道。講真嘅呢，
哦，因為要加風色、呛色，所以按到法拉比堡嘿。这些都用料理都本身的这种编法，我觉得很有创意。因为你给导编是在料理本身，我们这些都要用力多的这种编法。对。我希望臭香啊，唔通係冇講唔錯啊。會流水。會流水嘛？好啊，點啊。一點點的就好。唔好按到。好了。有流到嗎？有。我觉得要吃一下米头，因为我怕它会，因为给俺第一给它这么调米，黑某要不要用甜？这会上你毕竟不能吃甜的，对。演习耶！硬蹄跳的落去，硬蹄跳落去，加好的些油，就当个人下落去。这个姜泥，我觉得这里有一些充满泰国菜耶，因为就加鱼露，泰国料理，好了吗？好了，太好了。哎，你也快很准，来，你好，哇，肉筋都长多嘞，好漂亮哦！那很预期安用哦，只想要掌握那个控油挺挺，可以吗？然后再油温再高一点就好。温度为多少？炸到你平常买炸的，你觉得那颜色好看就可以起来了。该炸定哦。姐姐偷爆料，你都爱吃炸的。对啊，我动好学。那等一下要回炸吗，姐？不用。我做嘛个冇想过用个偏食皮啊，偏食皮哦，馄饨皮哦，因为剖起来都硬哦，对啊，剖起来会变很硬。刚才就差不多位啊，倒数了，时间差不多位，来，8、7、6、5、4、3、2、1，时间到。最尾面一关的用下饭条中的编出料理，都带哪组较针对嘞？好的，用下嘅飯條將你來變化做料理，先試試看下你風吹哦，來撈幾圈啊，撈法雞圈啊炒哦。係啊，嚟大家來試看，法雞切棒的呀嘅飯條嘅切圖，各位呀嘅飯條將啊叫前調高。故說呀嘅香味呢，以及單槍嘅飯條將天天都有層次啊呢。韓國吼真叫按落一下，因為家下我就是當小李講吼，家來韓都其他嘅種哦，嘅蹄條種嘅香味味。因為跟其他的這種醃過去，結果唔會哦。他們還有加這個硬蹄條哦，增加嘅口感凍好選。云云姐你吃到嘞？冻好選。修允姐你吃到嘞？你醬味很香哦，吃落去當香。你個快散按伊搞落去哦，當用煙味啊。當用煙味吼。真好食。好，來問一下咱隨後，你是到基隆沙吼，做凍用版。凍好食。凍好選。係。還有。我試過那種。組合肉雞類咯，阿姐來講一下，基隆沙做用版呢，味道很濃，然後我覺得非常的好吃。對。大家全部講到吼，跟海產處理的奉獻哦，法雞哦炒到唔會老誒，我覺得這一點也算是真叫我攞一下。不過咱處理鴉片哦，哎呦，看唔到蹄條醬，不過該香氣吼，到底係到哪度，夾夾來試看。大家雖然入面有加落一個토마토醬誒，冇叫人嘅感覺。板條醬就飽到底度啊，吼，真嘅會讓人家有驚喜啦。大家食個蹄條醬哦，最強嘅那種食到最末尾很膩的感覺。不過因為佢家下要講吼，佢日本係用個沙拉醬吼，差唔多強下日本安用，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它滑順。選點車用吧。怎麼做？你懂英整都檢查地圖嗎？對啊，你好像 FBI 哦。因為後色啦，我檢查看什麼東西。好起來啊！好起來。後色就好多凍薯啊，該小黃瓜要裝個按嘅凍脆啊，凍好食，甲豆腐按包落去哦，凍好食。哦，你們看一下，咱水兩片，老自家講一下。自家講一下，我打100分。100分哦。對啊。滿分差唔多10分題呢。嗰10分啊。哦，喺上我見區嘅100分。冇，係兩年冇買見區。那肉筋去到咧？蹄頭這種凍，它有顆粒嘛。那口感就整個就提升了。感覺也是100分啊。等一下就本師傅來受理你嘅評分咯。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誒，想要請你啊，甚至師傅搶本分數。諗出分。好，大家都看下啊，2個全部分數。耶！有呢。好，甚至師傅
想俾人哋指教一下。南推两片呢，伊个做个料理，当有个层次。每片个豆腐皮呢，有时都个动切个口感，啊，底度个鸡肉啊，当有水分。哎呦，硬是都有想到要用炸鸡肉要清落下嘛个，唔会冻好先。啊，底度就个豆腐啊，就个较顺口个感觉，哎呦，啊处理都冻好。啊，凤腿两片呢，每都捌冻好，姜啊是就较多一丝丝的咧，用迄种。较多个水落去炒到会较滑顺个口感安样，那就是都就一粒一粒个较多姜安样。好，感谢。阿亮哥讲嘢咯讲。我先讲南水那边哈，整体搭配看起来是都 OK， 但是我实在是的，我自家讲嘅想法，鸡肉冇按太低，差不多一半就来，嗰个荆棘，他讲记得有嘛，腌一些个新鲜的。嗰種果汁海意，會有些酸咬。啊，再來呀，鳳嘴啊，會現在係睇整體搭配有客講啊，所以面試當好。但是我有一個想法就係，人家飯條醬，然後人家一路喺度，前啲冇用一隻鑊嘅打熟來，佢炒熟來以後，人家把佢一片高油，煸個香味，以後再倒下來，兩個攪一下就好味啦。我再來聽一點就係，人家醬冇留山哦，有一些香味。讓我建議。好，第一個叫呢，睇下做咗記下來，觀眾朋友係所講可以來當秘密嘅話，當想到嘢話，咪做到不卡來吃做困難咯，馬上出來頒獎咧！耶！好啦，今日比賽結果已經出來嘅，2水都係得到2分，都係大頭名。恭喜！恭喜鳳水得到前嘅年嘅搞出嘅。恭喜！耶！恭喜！咱最基本嘅係大頭名吼，恭喜得到熱血500票嘅加菜機。好厲害！來，先問一下你鳳水哦，其實你2位姐姐講真嘅，有做料理都懂真的。哎呀，特別第2道巴拉比波炒海參，我好喜歡哦。先來請謝雲姬老太太分享一下，要不要參加心得？來參加一家之主，懂歡喜。我覺得呢節目好懂好，而且還推廣客家文化、客家菜。我真的覺得很棒。安子生，好啦，謝雲姬幫你老太太分享一下，要不要參加心得？當歡喜來參加了一家之主啦哈，啊了哈就嗰種歡喜啊吼，來了參加了節目煮菜啊，哦，又都得交流一下安嘅。係啊，前後睇下互相交朋友啦，哦，老幾做位好勢，帶咗有冇卡錢都看到。係啊，哦，恭喜！可以看一下咱是兩片啊，阿姐吼，後陣為人家談講吼，基本眼本吼係讓人家阿姑強下來，不過吼，讓羅梅強下來，個結果咪當特啲啦吼。係啊。感謝來參加呢個節目嘅協助嘅每一張人，哦，不管係製作單位，還係武漢人，係背後支持我，教我了要隨時嘅人，哎樣人，我就動感謝，志在參加，不在得獎。哦，恭喜！謝謝。不過基本嘅咪訪問一下肉衣嗬，咁樣讓人家阿姐強下來哦，個感想係乜嘢？動奮起啊！能把客家文化發揚光大，真的很開心哈！來到呢一片哦，除了好多動作料理之外，咪做啲正講呢個阿姐呢一下哦，因為阿姐加速起嚟嘛吼，所以呢一下冇從誰書姐用動作看到彼此嘛，所以用個衣服呀經驗咪動好，我覺得增加一個人生的回憶，對不對？恭喜！好，今本日呢，你嘅參賽者清一色都是女力喲，是嘅什麼嘢做料理都真嘅是分擔的，而且呢，韓國哦，今天有一個主力亮點，就是你阿亮師傅啊，帶出兩個主攻料理，大家有學到嗎？兩條好菜色，唔單止愛看韓國輕鬆一周，當做變做人物卡好米西哦。係啊，主管已經動難處理了，所以你要主管嘅料理吼。干的料理一定要煮給你的小心肝哦哈！最尾好分享所有嘅朋友，加叫你報名參加好多新嘅料理處理方式咯。一家之主帶你去下來報名，下禮拜再見嘍，拜拜。